因为桃园病院的疫情有扩大的趋势，加上马上就要来到的农历过年，台南的防疫措施也备受关心。市长王伟特伫接受访问的时阵强调，台南会根据桃园的经验来做调整，同时也甲其他的病院合作，做好防疫的工作。台南的防疫原则是支援桃园，守好台南，所以就是对我们自己的部分，桃园布桃的经验已经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训跟借鉴了。也就是说，料敌要从宽。所以说，我想我们今天早上也跟台南市的医疗院所台南市的医学中心以上的这个，还有包括区域医院，我们做了一个视讯的连线。这个连线我特别拜托各位医院的院长，他们能够把这个防守圈能够扩大部署期能够超前。也就是说，有些本来觉得是有怀疑的地方，当然一定要列为红区。那就算是不怀疑的地方，但是跟有怀疑的地方相紧邻的，或者说相间隔的，也应该列为红区。当然，我们不希望台南面临这个状况，但是我们不能不预先的设想。也就是说，像春节许许多多的外地的人来，许许多多的台商来台南的话，那我们觉得其实当然，如果万一爆发这个疫情的话，我们自己必须要有所准备。当然，无事敌之不来，正是无有以待之。我们没有办法预期说疫情一定不会进来台南，但是必须让我们自己的准备做到最充分。因此，春节这个时候是这段连假是最危险的期间，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经验、把这个准备好，该准备的工作准备好。那并且这个以桃园为师，以桃园为镜，我们做好一个最好的、充分的准备。同时，针对高铁甲台铁是毋是要加强防疫的规定，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将会讨论更加严格的防疫规定，但是也阁需要甲疫情指挥中心来做讨论。因应疫情的变化，我已经有责成双铁，就是台铁跟高铁公司去评估，然后提出比较加严的防疫的措施。那经济部也会送指挥中心来审查。那以目前我们就是说，只要每一个人能够落实防疫新生活，那我们配合陆站一定要量体温那戴口罩然后这个环境的清洁也会频率加快，也提供我们消毒用的酒精。那当然，大家关心的是不是要取消自由座或者是禁止饮食？那到目前为止我想只要大家能够落实防疫的要求我们给大家一点就是这个一个便利，因为有一些人长途他需要饮食不过就是要保持旁边的社交距离就是而且用完之后要立即又戴上口罩那至于说自由座的部分我们会因应疫情的发展，在评估完之后再送指挥中心来进行审查。不管是部长也是市长，拢呼吁民众要配合政府的防疫规定，共同守护全民的健康。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